南投縣政府第49屆集團結婚，今仔日第一屆耍到草屯的99風海氣球樂園來舉行。21對的新人在大家祝福之下，完成獨一無二的婚禮。在大家人的見證之下，21對新人牽手完成浪漫的結婚儀式，現場是充滿笑聲加幸福的氣氛。那我會來參加集團婚禮，是因為說我本身就是在草屯，然後以及南投工業區這邊工作，那所以非常開心這次能來參加南投縣政府舉辦的99風集團婚禮。大家團聚在一起，那個氛圍感，感覺就是幸福感爆棚。大家的喜悅，然後分享這樣子，然後可以介紹大家的祝福。南投縣府秘書長李良珠嘛來做證婚禮，歡迎新人到南投，開始因新的生活。鼓勵我們的新人能夠多多的生產報果。生第一胎哈，我們公所有補助4萬，縣長有補助1萬，有5萬哦。完成儀式了後，新人會當坐全台唯一的海氣球，很刺激，有點害怕。縣府閣專工準備12項在地好禮，要送予新人滿滿的祝福。